影片如何置顶，如何在第一页首页放在最上面，置顶分享，点按分享，有个 F 那个脸书那个位置点下去，原来是3个点啊，点下去3个点分享，点进去，现在怎么没有？宕机，现在是宕机现象啊，声音会播，我画面停止了。置顶应该选置顶，该选置顶啊。点按那个一箭头向右那个箭头，就是要分享。然后然后看到最下面中间大头钉，不是图钉，置顶，图钉有置顶，图钉的图，然后下面写置顶，按下去，按置顶按下去，按置顶，按置顶怎么没有办法？置顶最多3项。置顶最多3项。现在置顶已经有3个了。置顶最多3项。然后来最右边那个，点按来看。好，来看哦，点按右下角3个点，分享这边有没有看到？最下面中间有图钉，有没有？取消置顶，它原先有置顶了，现在按一下，取消置顶，然后来退回去，有没有看？没有置顶了。现在你看，圣诞树叶景这个就已经在上面，但是没有这个已置顶这些字哦。有再送新的影片上去，它就会被推到下方来，所以还要进行操作。点按来看，按3个点分享这3个点，然后看到第3行、第3列，中间有个图钉，有个置顶的字，按下去，图钉有置顶的字，来按向左箭头去看有。变成已置顶，但是往左边排。本来还以为它是放在右边呢，结果是排在左边呢。本来这是金银铜牌是要让它放在中间的。不要执着放在哪里了，只要配合这个季节了，配合这个节庆了。圣诞节快到了，所以圣诞树背景的这个影片就放在上面。然后过年快到了，那祝福的啦，吉祥发财啦，恭喜发财啦，祝福的啦，喜气的啦，影片就置顶，或者是重要资讯就置顶。像天上圣母劝世人要赶快求道，拜天然就是拜有天命的名师济公活佛，张天然恩师师尊老大人。清朝末年出生的，民国36年在四川。